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团，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
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为您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现在开始。大家下午好。双手请借给我们，大家一起唱。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最有个我。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生许多回忆，只愿你最有个我。12月份啦。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最有个我。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一起棒！哇，刚刚才在几分钟之前啊，告诉大家这个 slogan， 大家呢也都呢配合度呢100分。下午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欢喜来唱歌，谢谢，很开心。我们呢又到岁末的这个时候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 Happy Club 欢喜俱乐部的朋友，由你们的票选出来的。是的，哇，我们的 Happy Club 啊，欢喜俱乐部的朋友，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哈，在我们第3季的欢喜来唱歌，还好有你们呢，帮我们选了这个开场曲啊，所以呢，这个互动的环节很重要，所以有投票的朋友，有参加的朋友，请举起手给我看一下，挥挥手。你们在哪里？我们 Happy Club 的朋友，因为没有100个人举手的话我们下次就不要做这个投票了。还是要不会啦。幸好啊，有看到这么多有朋友举手，是非常谢谢呢，我们欢喜俱乐部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们欢喜俱乐部的投票的加入的朋友呢，待会到我们的柜台也可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帮你加入一下下哦。是，其实很简单啦，它就是一个 WhatsApp group 啦给大家呢提供的一些互动性，然后你们可以投票。那每一个月呢，想要在开场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歌曲，还没有加入我们的朋友，快点加入哦。同时，我们也要跟线上的朋友说声下午好。我们有来自脸书还有 WeChat 的观众，刷一排爱心，刷一排留言，下午好，谢谢你们。我们现场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现在就到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我们的脸书来帮我们分享出去，让今天下午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呢，一起来观看。谢谢。那我们的这网络世界就可以呢，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呢，都在同一个时间上线来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那我想呢，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安怎三卡欠一卡，中央迄卡是多咯，跋落楼卡无来啊。
无安哥无来，安哥搁再无来，无跋落楼骹啦安。哥去倒咯。中啊，即刻是飞去天顶啦。哎呦，去做仙不了，是啦，我别讲，坐先飞去天顶。坐飞机。哎呦，好妙啊，去度蜜月。哎呦，去做工吼。啊，做工。哎呦，安哥、妈哥啥？我3个礼拜送互你啊，什么的？等着扑啊，暑假就无滴，暑假就无来。因为大哥很忙碌啦，除了拍戏之外，还要带团嘛。哦，所以刚刚好，在这个时间性他去了这个葡萄牙跟什么牙？还有去玩喙齿啦，去拔牙，去拔牙，葡萄牙。拔了2颗喙齿呀。西班牙，还有西班牙。西班牙福建叫西班牙。无啦，西班牙福建叫西北鸡。西北鸡啊。那个囡仔哦，那是无听的，应该是西班牙出生的。OK， 跟爸爸讲一下，爸爸，爸，你今天不在，我们2个还是会好好的主持啊。我今天不在，请假。不在现场，我们还是会好好的主持人哈。爸爸，有没有听到？爸爸，乖哦，来个。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由我们2位了哈，金童玉女来给大家呢穿针引线，但是可以不要金童玉女吗？我们的歌星阵容很坚强哦。哎，金童玉女是拿去烧的嘞，你叫拿去烧的，拿去烧。OK 啊，哎，过年了，你要讲好话了。一年过得非常的快又来到我们的12月，所以呢，我们的主题就是畅想新的一年。是啊，我们除旧迎新，去旧迎新，去旧迎新。不要这边乱来啊，又这边比。我们3个人 OK 最强组合，我跟你讲哦，缺一不可。爸爸有在看直播。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有个小整跟大家报告，除了我们建明大哥今天请假之外呢，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曹国辉先生。是的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他因为这个时间刚刚有撞期呀，有撞到了，那没有注意到一下了，所以呢，他另一场才会来哦。是的，我们尽量安排中，但是不影响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流程，还是呢有非常精彩动听的歌曲要送给你们大家。哎呦，今天换的这一位来哦，也给大家surprise 哦。是的，待会呢做压轴性的表演，相信有注意我们官方海报的朋友也已经知道，待会儿谁将粉墨登场。是的，那今天的第一位出场的嘉宾，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节目啦。这一位呢，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啦哈。早前呢，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台啊，可以说是这个也是有电视之花，在这个 TCS 的时候有主持过很多的这个节目。是，我是陈建斌。这位大哥，我在葡萄牙啊，去拔葡萄呀，去拔牙。大哥，你现在葡萄牙是几点？早上9点15分。哦，你刚刚吃早餐，我们这边都大概要喝下午茶了。哎，祝福您哦，你要记得帮我们带礼物回来哦。好，会。你很不要脸呢。葡萄牙50米，带葡萄了。我们现在要去西班牙了。哦，西班牙。哦 ，OK。好，祝福大哥这个旅途愉快。谢谢。早生贵子。生了。生了给你说。好，谢谢，拜拜。你看科技的发达哈，无论人在多远哈，一通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了。对，虽然他人现在是刚刚在早餐时间，但是呢，我们一通电话，他还是呢跟我们欢喜来唱歌的朋友打声招呼，来问候大家。麻烦我们制作团队不要这样吓人吗？吓到我，喂！而且是现场哦 ，live 的哦，不是预录的哈。是的，好，马上我们就要欢迎这位，哇，他从电视台，然后现在进入了电台哦，这个20几年了，20多年呢，是我们的主持电台阿姐，早班当当呀，又有智慧，又有美貌，又有身材。欢迎这位 UFM 1003我们的电台阿姐叶丽梅带来的歌曲《可爱的玫瑰花》。掌声！哇 ，Merry Christmas， 美丽，大家好，好不好？还有直播的朋友，你好，我是叶丽梅。如果大家还记得金沙突击队的话，我是莎莎。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
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地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莲苔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亭亭的印记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受人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一起来，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地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莲丹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受人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地爱上它。谢谢，希望大家喜欢可爱的玫瑰花。哇哦，大家还记得我吗？记得啊，记得哈，击杀突击记得啦。那个矮的胖的，全一凤吗？不是啦，人家都没有。我也想像全一凤那么红。没有，你都没有乱乱跟人家吵架，你哪里是？我很敢讲哦，敢讲。凤姐，我们是爱你的。好姐妹，好姐妹。讲到了OK 啦，我们算是认识了。她是我们电台早班阿姐。没有啦。 UFM 1003。因为早上6点到10点。当年离开电视之后，就没有人要请我了，然后我就去电台做。不是没有人要请你，这价钱太贵。没有啦。谁不知道叽叽喳喳突击队？知道的请用掌声表示一下。哇哦！谢谢大家嘞，你们还记得我嘞？而且我在电台22年，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人懂。有啦，有没有人听 UFM 1003？知道的请掌声。有，开心哦！啊，上个礼拜我们问有没有人听972一样的人也是拍手。在上一个礼拜我们问有没有人听963，还是一样的人拍手。我们的观众都是非常有 love 的。你们来的都同一班的。是啊，哦，大家非常有爱心哦。谢谢大家，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出席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是，很开心，对不对？对，我在下午的时候有问梅姐说啊，你多久没有上这样的音乐的节目？她说好久哦，所以她刚刚第一场她很紧张，第二场就 OK 如鱼得水。我还是紧张啊，还紧张什么？她看不出来我很紧张，看不出，我们只觉得你很美而已。对呀，你的脸又没有抽动，你又没有脚又没有抖动，美到一个不行。有还是有差了哈。而且我跟你讲，她很认真呢。他刚刚上一场跟这一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哎，哇，2场换不同。里面的一样，里面的。里面我不知道，没有看。啊，可以看的咩？你还有别人给你看的，你。我说我没有看，蛋呢？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一样吗？来，我们说到叽叽喳喳，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照片。哇！一起记得啦，快准哈，我是姐啊。那你这上面那一个嘛，对不对？不是，上面那个高的、瘦的，最下面这个，下面那个矮的、胖的。你当初没有去，你有拍过电影吗？我有拍过电影《A Boy's to Man》呢。哦，我是 Aloysius 的妈妈，陈天文的老婆。哇，有看吗？哇，有看是有看，但是忘记你是谁的老婆嘞。陈天文的老婆是那么一部我只参与过。第几集？第一集。OK，回去 Netflix 可以看一下。你讲那个导演电影导演或者电视剧导演最喜欢的就是梅姐你这种样子，眼睛大大的，然后就是很会演戏那种，有没有？琼瑶以前都喜欢那种眼睛大大的，有，然后一哭戏就哇很明显这样。我就一部嘞。啊，一部就很厉害，他也才2部而已，有2部，我好像也只有1部而已。应该有2部吧？你有小飞侠，
12莲花，哦，还有12莲花啊，12莲花一步一步，对，哦呀都是一步的。呀，对对不起，我们是一步登天。对，我们2步的在这边哈，2步的。两步，哎，我有参与过《旺德福良系妹》，还有参与过《想入非非》嘞。真的哦。我也是有拍过很多电视剧哦，拍过1/2缘分啊，阴差阳错啊，志在四方啊，志在四方啊，而且我一出场就被车撞死。真的，我那一场，你们很不给面子，笑那么大声。哎，志在四方是大制作哎。对啊，瑞，我演翁清海的老婆哦。啊，我一出去我就被车撞，然后他们因为戏份太少了，他们问我那个被车撞的时候落下去，你要不要找替身？我说不要，镜头都不多了，自己滚。对，自己滚。我真的没有骗大家，以前我听到，而且他本来是穿裙子，后来换裤子，对不对？有啦，后来导演说不要，你这把年纪不要了，还要要穿裙子了。为了你这句话，我回去就马上看《志在四方》的这个，也是第一集哦，那个是第一集哦，第一系列，好，所以不可以眨眼，因为一眨眼就过了。一眨眼就看不到我了。所以还是你要这样，还是电台适合你啦，电影台也一个。啊，电视台也一个戏，然后一个景这样所以是以前造成的啊，因为你不可以眨眼，因为你叫渣渣啊，很多人眨眼就错过我了，对啊，演过。但是你看现在在电台，哇，呼风唤雨，我发抖啊，呼风唤雨，哇，这个真的是哪来的呼风唤雨？福建人讲话最会跟档，你知道吗？哇，这很厉害嘞，这太过抬举了啦，没有啦，谢谢啦，就那么小啊。要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广播人员他们也是很有才华的。刚刚那个是开胃菜而已，各位观众，主菜现在来了。是，雷要唱这个，这首歌曲哦，跟你讲，我不是福建人哦，你是哪里人？我是新加坡人。哪里哈？我廣東人。廣東人，廣東人啊！要不要用廣東話跟大家問好祝福一下？好啊！大家好，我係黎梅，好高興今日喺度咧同大家見面。咁希望新嘅一年咧，大家身體健康，日日開心啊！好甜哦，好甜。我剛剛第一場我沒有發現，第二場我剛剛坐在旁邊看，我才發現梅姐你有小心機耶。什麼？麗梅耶，然後你的第一句多美麗的玫瑰花，你的名字都出來了，美麗，然後呢玫瑰花麗梅耶，哇，你是故意要讓他唱很大聲呢？對呀，是嗎？我沒有心機的，就這麼碰巧。第一句是什麼？多美麗的玫瑰花。對呀，麗梅全部都出來了嘞，都好聽的一個名字了哈。對呀，對，我父母取得好。是，而且接下來這一首歌，他特別為了我們這個系列的節目。去學這一首歌，是這裡福建人應該很比較多吧？非常多吧。福建人請拍掌一下。OK， 好，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不要問沒事，你一問就是完蛋了。對，為什麼完蛋？因為我的福建話不是很好，不準。不要緊，我們喜歡聽這種不準的。很準的，我們都沒有請他來。呀，浩的廣東話也是講到一粒兩粒。哎呀，唔好意思，多好，多受歡迎。我的廣東話進步好多啊，進步好多啊。以前啊，我唔會講廣東話，而家講幾多句哦。哦，你廣東話都好有陰謀哦。陰謀啊？哦，有陰謀啊？你嘅陰謀好好。陰謀論。來，麻煩你用福建話來介紹你這首歌。OK，接下來怎麼講？刷落來。刷落來，我甲你唱的歌是叫《愛情恰恰》。愛情恰恰。恰恰。唔是波波恰恰。不是波波恰恰。哎，有心機了。你是有心機就是渣渣了，又是渣渣了。他要唱愛情渣渣。這首歌我練很久的。真的。我練了很多年。可是歌台沒有人找我。不敢找啊。結果我的公司找了2個歌台來這邊搶飯碗。什麼搶飯碗吶？我們是去那邊學習啦。學習有拿錢啊？學習有啦，有拿錢啊，還蠻多的。但是我跟你講，這一首歌哈，麗梅姐可厲害的，她真的是唱跳電台 DJ 耶。哎呀，用講的哦，聽不出來，我們直接用看的。來，老師 put the music together，掌聲鼓勵鼓勵。耶嘿，看一下，給她一個支持的掌聲加尖叫聲。全方位葉麗梅。哇，來了，哇！哎呀，媽媽桑，你連電台白手鼓了，給我放出來了。來休假，來啊！休假，媽咪哦。繁華的夜都市，燈光閃閃閃，別人的音樂有氧氣，帶來
恰恰。左边的朋友，各位客官，来我的酒馆。哎，恰恰恰。繁华呀多情，灯光闪闪起，白人的音乐有香气，兵阮想着你，爱情的恰恰袂当忘袂记，心爱的在倒位。恰恰，啊，想要甲你，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不知你是走去倒位？啉落去，唔通流开，跳落去，大家欢喜。烧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甜到蜜甜，可惜身边的人，是你。你们欢呼越多，他跳越猛哦。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不知你是走去倒位？啉落去，唔通流开，跳落去，大家欢喜。烧一杯爱情的酒，要来祝福你。爱情的恰恰甜到蜜甜，可惜身边的人，是你。再不跳啊，就过年了啊！笑脸的小杂货哩。哎，我很谢谢我们这个节目嘞，真的让大家看到哇，多方位的你耶，全方面的。为什么你没有组团出道啊？啊，你说为什么没有组团出道？组团呐？对啊，你可以做唱跳歌手 Blackpink in the Yeah. house。有 check it out， 哎，有个真水嘞，嘟嘟嘟嘟，呀，嘟嘟嘟我去看他们演唱会，是对年轻哎人，流鼻涕。台下有昂哥钱流难，赚，我终于了解你们这钱难赚。台下有昂哥流鼻血嘞，有吗，昂哥？有，谁结婚了没有？还没，我单身呢。大家有没有孩子？单身的啊，童养媳也可以啦。我等他。没有哈 ，OK 了，没有。有啦，我们有一位单身的，哪里？很久没有看过女人，也没有趴拖过了。真的吗？哪里了呢？人在天边，近在眼前，他都站起来起立了。你看哪里？这里啦，还有谁？哪里？有人没后面？忽视啊哈！这一位，哦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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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 ，You like that？ OK， 等一下我给你老师的电话，好不好？我们再来一个掌声给我们特别卖力的 Thank you 叶丽梅。 Thank you， 很喘，要休息半年，真的不容易赚哦。这个按照探价这样唱2首休息半年呢，啊，对，你直接封麦啦，封麦。我上一次唱的时候3年前呢。哇塞，还是广播适合您，广播适合您。对，好。明天早上继续的，是6点到10点 ，UFM 1003，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哈，新年快乐哦！谢谢。圣诞节，谢谢圣诞节，大家爱你，我搀扶你到后台，要不要？没关系了，没可以关系，啦，我还好。我刚才隐约听到啊，还好。笑料咯，我的搭档也是早上6点到10点，啊，这位也是6点到10点，啊，你们就转来转去，OK。嘿啊，没有人跟我抢，我是12点到2点的，没有人跟我抢。
开开心心。马上呢，我们来欢迎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这位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搭档。哎呀，带给大家的这一首非常有深度的歌曲，因为歌名就叫做《茫茫到深机》。欢迎我们最佳的百变天王浩浩。说到我有深度，害我走路变慢了。无意中等着你，用强甲来相认，往事茫茫渺渺的像流水，难忘过去的情谊。脚步山愈踏愈近，不甲我偷叫你的名字。森林风吹过来，痴情可恋的无奈，辜负一丛有情义的花蕊。无讲一声就离开，想来全的无滋味。我无答着你这款的对待，情茫茫茫到深机，醒来看无在身边，让我伤苦也替你扛几暝。情茫茫茫到深机，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爱我有啥意义？有些人在心里，时间越久越清晰，眼泪是唯一回忆的言语，花未开放就凋零，情人弄是缘已尽，不愿天，不愿谁怨自己。这些年多风雨，看得越多越冷静，只怪当时的爱情还年轻。一声道歉就可以，却任性放在心底，才换来事与愿违的结局。是我辜负你的心，忘了顾虑你的心，才让一切的悔恨无踪迹。今生辜负你的情，我用孤单偿还你这一生
谢谢，帮忙告请给，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谢谢你的掌声，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们拍拍手。刚刚呢，把它唱了2个版本，刚刚一个版本就是罗时丰大牛哥的版本，另外这个辜负你的情就是李克勤先生的版本，希望你们都会喜欢。OK， 为什么会唱大牛哥的歌曲？你们知道吗？因为看到罗时丰会想到谁？林书荣，对不对？他们的歌曲《无言的结局》，哇，脍炙人口的歌曲，大街小巷大家都很喜欢唱，或者是歌唱比赛都会拿出来男女对唱。对，因为这个大牛哥罗时丰跟林淑荣小姐即将来我们新加坡开演唱会了，哇！12月28号哈，大家也赶快去目睹2位的风采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这一首歌。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朋友，麻烦你用你拍拍手，跟我一起大声的把它唱出来。这首歌曲一定会带给大家满满的回忆杀。接下来我就要带来这首林淑荣小姐的歌曲，一起来回味。安娜，有没有人叫安娜？有没有？应该没有那么巧哈。安娜有在现场吗？没有哈。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每次这样呼唤我。会唱的朋友一起来。爱的季节我们相遇，我没有介绍自己，要你猜我的名字，你说这是一个难题。又曾讲见那一天起，这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在约会时候我故意和你玩个捉迷藏的游戏，你东张西望叫着我，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安娜，这个声音都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这个名字属于你。爱的季节我们相遇，我没有介绍自己，要你猜我的名字，你说这是一个难题。又怎想见那一天起，这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在约会时候我故意和你玩个捉迷藏的游戏，你东张西望叫着我，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一起来，的声音都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这个名字属于你。给自己个热烈掌声，来听一下大家掌声欢呼声。2.0版拍手，预备。在约会时候我故意和你玩个捉迷藏的游戏，你东张西望叫着我，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换你们唱，好厉害哦！我的梦里，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这个名字属
本人来了。Hello， 这个是林安娜，这是林安娜哎。你又没有讲什么安娜、李安娜、林安娜、张安娜都可以，她就叫安娜，安娜姐啊。Hello， 安娜姐，不好意思，把你互换出来了。Hello， 制作团队不要乱放安娜，等下肖像版权哦。哇，这也是我们资深的广播人呢。傍晚班啊，4点73安娜，好 FM。安娜，很好听哦，而且还听到台下的朋友你们非常动听的歌声，是，谢谢大家。是不是这首歌充满了回忆杀？有的话，请掌声表示一下。谢谢大家，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安尼啦啊，台顶唱啊，台下朋友嘛做阵来唱。对，让大家有满满的回忆，满满的这个老歌，还是比较好听，对不对？比较耐听，对不对？哦，比较耐听。那接着下来呢，我们马上呢，在这个舞台上呢，欢迎到的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一位呢千万小生，因为他所拍的这个电影哦，不是100万票房哦，是1000万的票房啊。是这一位呢，从歌台踏入电视台，踏入电影，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现在啊，自己当导演啊，自己当制作人啊，自己开艺人经纪公司，哇，真高哦，啊是想安尼高啦。现场的朋友，让我们掌声鼓励欢迎王伟良。伟良。大家好，哎呀，哎，又出场了啊，又出场了，头先你表演的时间是几点啊？差不多1点哇。差不多1点呀，3个钟头后，哎呀，我又回来了，哎呀，听说伟良的妈咪今天有看这一场是吧？妈，啊，那妈咪，新妈妈，你无带你的狗来啊？啊，给我丢票，来后台花狗啊，对不对？那妈妈真的是非常疼爱，然后非常支持伟良，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默默的支持他，这样哦，给真的你满满的，给妈妈给你满满的力量。你妈咪啊，愈来愈水咧，啊，哇，水到都啉不出来，你看。介绍大我朋友哦，隆重来这道找翁啦，找大波朋友。大波朋友啊，歹势，小翔存，赶快搁存一个啊！哎呀，拢撒去后尾就对啊。妈无变了，存一个尔。我老师你起来，我老母介绍哎。妈妈，你对这个钢琴有没有感到兴趣？这样，来回到我们伟良的这个钢琴老师还是钢琴？钢琴。不好，哎，我介绍男朋友给你，报一架钢琴去哎。所以人家在说钢琴嘛，人要红，歌手要红，一首歌曲就红遍了。对不对？人要红，拍电影一部戏就红。哎，真的都没有听过那种主持人一档综艺节目就红的嘞，对，都没有了吼，都是拍电影啦，不然就出唱片。主持人通常都是做很久了，长长久久，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红到没有人知道。我们欢喜来唱歌就做了第3季了嘞，Coming 第3年才请到你。哦，你们做第3年我才来第1次啊。哦，你们都不会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找到你的档期很难敲。哦，是我好。刚想打电话给你都不接。我想说奇怪，你们做3年了没有？我不知道嘞。我第1次来，还以为这个节目刚刚开始而已。你的头，我都看了3年了。Hello， 妈咪都来看几次了。哦，对呀。那我们伟良在2026年也有呢不一样的一些计划。哎，是大计划 Big Project。这个过年还有一部贺岁片呀，叫做《100万红包》。哇，在贺岁档期的时候，大家要去看 ，OK？ 哇，所以这是导演还是演员？演员。哦，演员都有演呐，演这个戏啦，100万红包，还有什么大咖参与这个电影？哎，我们有我们的新晋的啊，CC。哦，CC。哇，现在非常非常红的 CC， 还有我们的辉哥，还有莫小玲、小玲姐。哇，00姐600。哇，都是大牌耶。哦，还有那个金孙里面的那个阿嬷。哇呀，他也有跟我们一起参与这部。那个泰国的$1 million阿嬷，哇，全部是大卡司哎！哇，你算最小牌的嘞。对哦，我也是这样子想。为什么我走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不懂为什么。没有，我跟你讲，没有什么大小牌，大家呢就是一起完成这个事情。不担心，你是那个渺小的最伟大的。是。拜托你1000万演员呢，你还最小牌。但是你看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啊，虽然我跟辉哥没有对到戏，但是我也感到很荣幸。呀，对。就辉哥就是我们新加坡都是看他们的戏长大的。对，你是梁家辉嘛哈？不是啦，不是。哦，陈旭辉啊，陈旭辉啊，哎呀，谁搞错？哎呀，都是辉哥啦，都是。我也希望是梁家辉啊，像我的卡司又不一样了啊。有啦，100万红包，100万红包，总有一天又让你等到了，对不对？好。而且这是你制作的第2部电影了嘛？是。哇，真的很棒啊！这个
我会一直继续尝试啊，然后你们一直继续支持 ，OK？对，爱去看戏啦，吼啊！新加坡人爱支持咱新加坡的这个囡仔，你看，大家多多支持。100万红包哈。OK， 大家会去支持吗？会去看的，请用掌声表示呀！皇帝制作哦，我谁料票房全部在这边了，我谁料，哇，满了。然后一个人再带10个人去，哇，哇，一传10，10传100，哇，冒喜啊，哇，赚到无人知啊！完了喂。拍完了啦，拍完了，所以也很快会跟大家见面啦。马年的前后这样子，对，大家多多支持。那我们伟良其实他是从歌星开始出发的，一起踏入这个娱乐圈哦，就是做歌星的啦。对。所以今天我们安排2首歌曲要来唱给大家听。这样一个人唱会不会不自在啊？因为以前是跟那个黄振荣啊，对，一起组合一起唱嘛。现在各自单飞哈。其实这种东西也不是我要他去电视台拍戏拍了红了，他就不要我了，我就没有办法啊。那我就只有一个人哦，不然我要怎样 ？Hello， 你说人家去电视台拍红的，你的电影你先红的嘞，人家才红嘞。那我也没有理由过去那边跪倒，然后求他回来嘛，对不对呀？没有办法。他也可以啦，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担当，是。对，那么现在也很有成就啦。当然的，大家都在努力啦。对，继续努力哈，加油！新加坡有没有 camera 这边？有啊，很多架呢，这边有啊，还有直播嘞，还 camera。Desmond， 你记住啊哈，我今天来这边一个人唱啊哈啊。不要不好意思啦，不要不好意思，没有关系，你继续忙了，继续忙拍戏哈。你算是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常客了。哎，对，在这边你有做过你的舞台剧是吧？舞台剧，有做过你的脱口秀，对，有做过你的新春的一些演唱 TGIF。这边你看来到欢喜来唱歌。对，通常楼下弄open space 的啊，楼下来到这个舞台9楼，9楼空中花园你也唱过。哎呀，哇，我怀疑你跟总裁啊很好的关系。哎，那国税局要特别注意。所以这个舞台不要乱讲啦，你要真的 check 我。对，所以这个舞台对你一点都不陌生，是，对不对哈？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哇，也很喜欢你的啦。对啊，我讲之后每次回来到舞台这样子唱歌给大家听，都非常非常珍惜这种机会。是哈，所以不要忘记了，听了伟良唱歌，你们就会中100万的红包。哇塞，每个人都100万红包。呀，分给大家100万红包，要注意一下贺岁片。我们这样子这边开始啊，逃离沙标一直中啊，每一期中，逃离沙标一直中哈。哇！要跟政府拍谁啊？他们有钱了。这个。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什么好听的歌？一首张宇的《一言难尽》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绝对有听过的一首歌曲。掌声鼓励，欢迎伟良。罗邦 King。你看着我入迷，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被你从心底剥落的感情，忘记。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你们没有看到，刚才。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OK， 刚才那段没有听到啊？刚才那段你们大家没有看到，全部忘记啊，全部忘记。有歌词还可以错。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
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谢谢。哎呀，这边观众太好了啦！你们刚才如果那个电话有拍到的那一段，尽量帮我删掉呀。你们放歌词就好呀，放歌词就好这样呀。伟亮没有唱错。说，我还想到就是刚刚出来唱歌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怯场，就是上台的时候就一直怕，台下一拿到麦克风我就一直抖，一直到上台就一直抖。唱完那2首歌，他们讲说我那个 square 啊呀定好的啊，我不会动啊，站在那边就一直抖啊，好像开那个 vibration 这样一直抖呀，然后一直这样子坚持了大概整1年这样子，然后才慢慢的习惯这个舞台，才把那个心态放松下来。当然还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台下的观众给予我的鼓励啊，给予我的掌声啊，这种让我一直可以有办法再重拾我的信心，再回到这个舞台，继续抖着唱完我要唱的歌。OK，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福建歌曲，一首《河线情》，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原是落雨暝，行山陪你行，想当时行斗阵，两人相爱。情海是多变卦，目屎像雨声，流恋敢有脚纸，无嘛准线。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举，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纸，你若无心莫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举，我头是阮的孤单。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
那个歌词放这边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还是要偷偷留一下这样。犹原是路雨暝夜线陪你行，想当时行斗阵两人相爱，情海是渡边歌，目屎唱歌声，留恋敢有卡纸，无嘛准线。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行，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纸，你若无心爱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行，我头是阮的孤单。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行，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旧纸，你若无心爱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行，我头是阮的孤单。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今天不管我在什么样地方出错，你们就当做没有看到 ，OK？ 大家都没有看到，我催眠大家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OK？ 这个就是我表演的歌曲。现在我把舞台还给我们两位非常非常棒的主持，谢谢大家伟良。哇 ，Hear the music very good 啊！大家好，我是 Letitia。我的 boss 老 hero 跟老朋友出国去 holiday 咯 ，Letitia 终于可以 relax 轻松一下啊！我在 boss 的家里呢做工哦，算来算去都有1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我们这边左邻右舍、厝边头尾、老店老开的朋友都是很熟很熟的。哎，你不是住在楼上的萍姐吗？来赛，我唔知咱人名一名，你歹听个拉比赛。Man， Yeah， 萍姐 S， ，My name Letitia。每个人都乱叫我，一直叫 Letitia。因为老人按摩袂准嘛，对不？哎，拉比赛。I tell you Letitia。拉提靴，哎呀，差不多啦。哎，为什么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笑呀 ？No man， 老 hero boss go holiday，Letitia also holiday off day shopping。哇，蛋，听电话。Hello， 喂，喂，请点卡的喂，找谁？这里是欢喜银行，我要找林如萍。银行啊，我是啊，我是什么代记？你好，我是欢喜银行的职员，我叫丹。哦，丹什么呀？
但这边代志呢？哦，是这样的，银行的记录显示你有好几笔的信用卡花费，全部都是你用的，你的信用卡所支付的。哦，credit card 啦，你有买东西咩 ？credit card 我都没有看你有 brand， 你都穿一个拖鞋。哎呀，有点点啦。喂，啊，Hello。喂，大姐，你为什么叫我点点？拍谁啊？我不是叫你点点，我是叫我隔壁那个给伯的伯点点。你说你叫什么名啊？我叫Dan，蛋呐，蛋姓什么呀？你姓什么啊？我姓黄。黄啊？有人名是看名没？然后你叫什么名？我叫Dan。啊？姓黄。哎呦，蛋黄哦。蛋黄，你想讲吃月饼咩？蛋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个 people call ourselves 蛋黄啊。喂喂啊！请不要没有礼貌啊！我现在是要跟林如萍女士追问这几笔信用卡消费。我都跟你讲了，我没有乱消费嘞，我都没有乱开累的。如果你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是未经授权的交易。我必须要把你的电话转到警察局去，因为这几笔款项肯定有问题。蛋黄蛋姐嘞 ，Hello，呀，请问是林香萍吗？笑啊！打电话给我不知道什么，我叫林如萍。哦，林如萍哈。差金恒呢？林香萍啊，林如萍，差钱低呢。sorry，对，是林如萍。你好，我是 Inspector Lim 马打处打来的哈。是刚才那个银行把我的电话转到这里来，因为你的信用卡消费来路不明，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 case 归类为洗黑钱，是犯法的。Inspector Lim，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郭逼啦。那你姓什么？我姓 Lim。哦 ，Lim 郭逼。Hello 啊！你们可以正经一点吗？不要开玩笑。我现在是要帮你们 settle 你们的洗黑钱的罪行。没有啦，我没有嘞。Boss，其实，萍姐，好久不见。萍姐，很久不见了。警察！萍姐，最近好吗？我讲你也在给他金咩？我不是跟你讲。不好啦，现在银行打给我什么。哎呦，我要进来了，就听你们两个叽叽喳喳的哦。你们两个在跟谁说话啊？这个银行的什么安排咯，什么林国币啊，唔知什么挖过，说我洗黑钱的，什么来的？警察咩？什么林国币？他找你什么事情啊？我都不知道嘞。等下我问他，Inspector Lim 嘛，然后这样我要怎么办呢？我不会嘞哈。哎呦，萍姐，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咯，肯定是诈骗的。你试试看，我跟你讲接下来你跟他说他会叫你转账给他。Really？ 不相信你试试看哦。Really？ Hello，安白。Hello， 你还在吗？你给我递不？在呀。刚才你说我什么洗黑钱，那我要怎么办啊？这个 case 很简单的，虽然是洗黑钱哦，可是很容易解决的。你可以转账5000块进这个安全的户口，协助调查，我就帮你处理，你就没有事了咯。你看 ，really what my boss says correct？ 你看他很快就叫你转账钱给他了。哎呦，5000块，什么类啊？一年一顿啊？我都说了，对不对？新币啊！我跟你讲，现在该怎么办？那你跟他说你不会转账，然后呢，他就会叫你拿现金或者是首饰给他安排的人。你再试试看。You try, you say the same thing. Hello。安白。呀。我转账我不会了，转头就会了。我不会，因为这个科技的东西
我不晓，老人家不晓，那怎么办呢？阿妮呀，我想想啊，那要不然你准备现金呢？你去准备 cash， 要不然呢，你有什么首饰也可以，什么金球指、金球环、金链、金条、金喙齿都可以。然后呢，我安排我的人去跟你拿啦。 Really? What boss says correct. See? 真的真的。你看吧，萍姐，我跟你讲啊，你叫他去拿狗币，然后把电话挂掉。哦，会使哈？没事。 Hello， 不了啊。 Hello？ Hello， 呀等一下，我们定一下吗？Hello，Inspector Lim。你好 ，Keep him copy 啦。 Yeah, so scary no， 很可怕嘞！你看这些诈骗集团一直用不同的伎俩 ，different pattern 来骗钱，可怜的是我们的老人家。对啦，所以萍姐你要注意啊，还好听到这些奇怪的电话内容啊，就要保持警惕、啊！而且呢，你们知道吗？2025年上半年诈骗排行榜上。 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案已经排名的第2，被诈骗的总额已经高达1.265亿了。哇，1点多亿耶，很多钱，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大家，各位好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可以让你们识别骗局，卖给猴狼骗。第一 ，app。 你可以在你的通讯应用程序 WhatsApp、Telegram 等等呢，设置隐私权限，这样就可以避免乱被加入到一些陌生的群组。第二，你可以启动呢安全功能，比如说设定网络银行交易的限额，开启双重验证 2FA 等等。第三，可以使用 Money Lock 的功能，将你的银行账户中 部分的储蓄，增加额外的保障。是的，第2 check 跟你信任的人查询此事，切勿向任何人透露你个人的资料，包括了 SingPass 还有 CPF 相关的资料还有网上银行的和社交媒体账户的资料，以及一次性的密码。如果你有疑虑的话呢，请你致电到全天候的 Scam Shield 援助热线1799来查询哦。第三 Tell 是什么呢？就是提醒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们注意这类似的诈骗事件。 举报或者是封锁可疑的诈骗账号跟聊天群组。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是受害者，请立刻通知银行，并且报案。就像刚才哦，你看萍姐遇到这样的事情，她马上就告诉她的邻居：“我的 Sir， 你看就可以防止被骗啦。” 是的，对啊，而且呢，老人家就是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在呢我们的年底将近啊，大家呢也要 准备开心欢庆我们节日的时候，可能就会掉以轻心，那这些不法之徒呢就有机可乘啊。最重要，大家注意哦，政府人啦，特别是马达啦，绝对不会凊彩卡就会给你的啦。然后特别是叫你转钱给伊啦，加黄金啦，放这刀放那刀给伊啦，安尼看，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啊。那也不会叫你透露银行资料或者是讯息，更不会叫你下载 download 奇奇怪怪的应用程序，最不可能把你的电话转交给警方啊！他就说：“哎，等一下，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新加坡的警察啊，给你看警察的照片，这一些你们都要注意，都是假的，大家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注意。” 对啦，我们无时无刻要提高这个警觉性要防不胜防。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讯息，尤其是冒充政府官员的诈骗太多了，你们都要听进去带回家不要忘记哎，要学以致用哦。没有收到，用掌声表示一下。对，大家都很聪明的，都懂了也帮我们把这些讯息呢告诉你的身边的家人跟朋友，我们互相帮助，守望相助。是的，节目的继续呢，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哇，不得了了，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因为他除了唱歌、演戏也是非常的厉害，他也会主持节目也是一位多方位的艺人，尤其是潮州戏，他特别厉害我知道你讲谁了，因为年轻的
对这个戏曲非常有兴趣的。是，今天有潮州人吗？丢就那，就那么的这个拍扑者。呀，这了哈。这个阿兄咱生做真缘投，缘投，真够做戏，大戏啊，如更强啊，叫酒戏，大戏，叫酒大戏啊，对，你晓不？哦，这你妹，做台，第酒戏是唱，三只无水衫，三只无水衫，听门过条，听门过条，听门过条。做你有人三只无水衫来醒水啊？潮州路过时你看我直头啊！你我无骗你个，你去推地酒戏，伊那是爱走路，走路个戏就三只无水衫，三只无水衫。门爱关起啊！听门过条，听门过条，听门过条。不会品的臭味啊！我咧头咧就打 COVID 啊，关门关掉。是，就酒戏现在叫伊请，现在叫伊请。对。今仔日伊要唱，正真该。阮伊要唱一首歌真好听的，叫做《门卡一张来》。小来小可300该掌声鼓励欢迎沈伟俊，我们的帅哥来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沈伟俊。呈现这首歌《门卡一张来》，有丢就难吗？门卡一张来，小来小可是300届，厝阿兄伊带界宝，带着界宝学的海。门卡一张高，小来小可是330，厝阿兄伊带界宝，带着界宝长高脚。无的海来长高脚，往来往去是袂人拖，害阮阿兄伊闯袂住，一病要对心肝。阿兄你但莫伤心，为伊成功莫成就，只爱阿水藏脚欠，行过阿这嫁着界啊，等来煞白水。门卡一张来，小来小可是300届，厝阿兄伊带界宝，带着界宝学的海。门卡一张高，小来小可是330，厝阿兄伊带界宝，带着界宝长高脚。无的海来长高脚，往来往去是袂人拖，害阮阿兄伊闯袂住，一病要对心肝。阿兄你但莫伤心，为伊成功莫成就，只爱阿水光脚欠，行过阿这嫁着界啊，等来煞白水。做一下大家有着就人么？来，着就人举手。
哦，铁军人、家己人、命很安。哇，你好，你好，掌声给伟俊。谢谢。哇，伟俊呢也是非常难得哦，可以哎排到你的档期哦，然后来到我们欢喜来唱歌。是，最近跟你也是很有缘啊。哇，有缘。 963访问，谢还有一起谢。呢要成为这什么小贩是小贩中心，我们新加坡小贩中心即将出一本哈，我们小贩中心的书籍哈。是的。那这个建斌大哥跟伟俊跟浩浩，我们3位也是这个亲善大使。亲善大使对。对，希望到时候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这本小贩中心的书。应该是在12月17号哈。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啊。是的，当然呢，伟俊哦，在这个演戏方面，然后呢，在这个唱歌，尤其是潮州戏哦，大家对你非常的熟悉啊。是，对，谢谢。当时怎么会想要去接了这一个戏剧团，对不对？是，其实好告诉你，我从小的志向呢，就想当一位演员，是台上的武生。啊，那从来没有想要当什么班主啊，或者是什么开公司，这些从来都没有想过。哦，那为什么会有机缘巧合呢？这种真的是一种不解之缘啊！因为在10多年前呢，前一任班主就是第5任班主，他就一直告诉我要接手，但是我没有勇气，因为那时候我在电视台什么都不会，就只会演戏。但后来第6任班主呢，为什么你们突然间笑？哦，因为看到照片啊，对。老赛托，浩，你知道吗？以前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戏班啊。我听说有100年历史，是不是？161年了，哇，掌声好不好？161年了。哇，三甲子哎。是。那以前因为没有 TikTok 嘛，没有 IG 嘛，以前的人都是看戏曲，都是满的观众，比这里还要多。那个时候呢，老赛托是老赛托5季播一播，听得懂吗？你有钱要请都请不到哦，是365天都是满的啊，所以后来没有人可以传承了。是，所以你就把它接下来。后来我们第6任班主说，如果我不再传承的话呢，他们就要倒闭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又想了很久，但是我身边的家人啊跟朋友都鼓励我，最好还是不要。我以为鼓励，是鼓励，就是反对，叫我不要。但是后来我想一想，真的很可惜，就这样子接了下来，那不知不觉也第10年了。哇，掌声鼓励！谢谢。哇，很称职的班主啊。也不是称职啊，就一天过一天这样努力的学。来，我们看看伟俊的扮相，哇，好帅哦。这是我们到这个游艇去表演。有些游客来，那就比较特别的一种文化交流。像我们也是做很多不同的尝试，不只是接戏，像我们的网络游戏啊，还有网络漫画啊等等，还有到学校走入校园。我最感动的就是可以带我们的前辈们，大概80多岁到90多岁进入校园表演，哇，非常感动！再次给他掌声鼓励！谢谢，真的很认真哦，在做这个传承哦。谢谢。这一张照片是这是我们在粤海清庙，在Raffles City MRT 那边，也是很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京城会的表演，这是我啦，我跟一位夫人。那我们在12月的12号还有13号呢，也是在粤海清庙有表演。中午12点跟傍晚6点到8点这个时段，免费开放给公众。所以，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带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一起前来观赏，支持我们的100年戏班。谢谢。哇，太好了！当然，除了戏班主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承接这个大使。米老鼠！米老鼠哦！没有这米老鼠穿戏服这么特别。这是总统星光的一个慈善活动。那他们选了几位艺人，我们就帮着Mickey Mouse， 就是把它加入新加坡的文化特色。那我呈现的是武生的 Mickey Mouse。是。我跟你讲，改次你要是有缺人的话，是，麻烦你可以找一下刚刚我们这个什么董腔什么啥刚博虽刷什么门关姐可以找卢萍姐去客串一下。我没听过嘞，三色薄衰衫。你关的我听过，三色薄衰衫我没听过。然后哇，我们的钢琴老师也是很厉害啊。是。老师刚刚金铜腔，非常厉害。你马上来太厉害了。OK 啊，如果有缺人的话，这2位麻烦考虑一下。我来一段我跟老师来一段好不好？好，来，快的。来一段，我讲那个对白。你唱，老师跟。
好 ，1 and 2 and 1 2 3 go。立國大將，劍跡數清，雖發立國苦功，下想靈心大喜。義紅數清，為立國成謝，劍回家，集地兩聽，言是表流，來北來。这很帅的兵啊，谢谢。我拿马鞭了，你有感觉到吗？是有感觉到，我已经拿了啊。对我来不及，因为我本来想要从后面翻，哇，我才拿马鞭给你。来翻一圈，因为台不够大，我没有办法翻。好，下一次，我跟浩浩祝大家身体健康，切口斜开，天天快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怎么讲？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今后。谢谢。哇，你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对不对？哇，一举手一投足真的是超级无敌大专业啊！再次给维俊掌声鼓励。谢谢浩浩哦，你看他的姿势是非常好，下回一定要来一起表演。没有我在翻跟斗，没有我混的而已啦。谢。我是讲而已啦。如果台再更大的话，我就可以翻。OK， 好。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就是要呈现这首歌。好朋友，朋友献给大家，祝福现场的朋友呢，友情细水长流。掌声鼓励鼓励，伟俊，谢谢浩浩，谢谢。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这些年，一个人，合起来，一起唱。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
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谢谢现场每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祝福大家身心自在，平安喜乐。我是伟俊，也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Happy Sing Along， 欢喜来唱歌，谢谢浩浩，我赶快再接一次掌声的手机，谢谢伟俊。谢谢，浩浩，我们拍一张大团圆的照片。伟俊想要这个抓住这一刻哈，所以呢，大家一起来跟他一起大合照一下。Happy Sing Along， 我们旁边的朋友都拍得到哦，全部都拍得到，楼上的也是拍得到，大家一起来来。是的，我们来欢喜来唱歌，一起来拍一张大团圆的照片，好不好？来，哇，全场都拍得到。1、2、3，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喜来唱歌，一起来啊！1、2、3，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耶！对起来，1、2、3，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耶！谢谢你们，祝福你们。谢谢伟俊精彩的演唱，谢谢，感谢您，谢谢。哇，可以看到伟俊本人真的很帅，对不对？哇，当他一扮相的时候，哇，那个特别的不一样哈。都没人讲哈，追虾，是不是啊？追虾是不是？不是啊，谢谢怎么讲啊？追虾哦，追虾公子啊，OK， 节目的继续，我们欢迎到了下一位的歌手，这位歌手呢，也就是我们主持曲我们的好搭档啦。接下来，我们的热烈掌声鼓励，欢迎李佩芬带来的歌曲，请给大家掌声加尖叫声，就在今夜。就在今夜，就在今夜，就在今夜，我要悄悄离去，因为你曾经说你对我不再感觉温柔。就在今夜，我要说一句话，也许你不相信，可是我愿你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想你，虽然你已经不爱我，一起唱。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新一年，送上这一首快节奏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线上的朋友，下午好。就在今夜，我要悄悄离去，因为你曾经说你对我不再感觉温柔。就在今夜，我要说一句话，也许你不相信，可是我愿你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想你，虽然你已经不爱我。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
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依然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要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谢谢，谢谢所有欢喜来唱歌的朋友。很快呢，我们进到呢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浪漫的、温馨的12月。想借由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感谢真正的多谢，真正的多谢，真正的阿里嘎多，真正的감사합니다吼。感谢你呢，最顶感恩哈，度过了呢，在每个月的其中的一个星期三，度过了这么多欢喜的、温馨的这个时刻。谢谢你们带着你们的家人、朋友、同事、邻居啊来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在过去的陪伴的每一个节目当中，当然还包括了线上的朋友，每每呢想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都可以想到欢喜来唱歌。真正也感谢你呢。多谢多谢多谢！刚刚有这个潮州的这个歌曲，对不对？哎呀，蝶酒诶，唔是简单，青青菜菜就会使打开蝶酒诶，好心问导游，吼吼，青啊，鸟齿问脚青，哇，吼。轻轻桑桑，接着下来呢，我不要给大家带来潮州歌曲哦，给大家带来一首福建歌。这首歌呢，真正有这个古早味的一首福建歌啊，带给大家。因为呢，在咱的节目呢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欣赏到一些呢平时我们没有太常唱的歌曲。等一下我们一起唱哈，等一下我们听到这个节奏，我唱阿伯好，你们要接哦。阿伯送啊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哇好你甘在》，送给你们，感谢感谢，你来拍拍声。阿伯好，咱若是恋爱的时代行路着，爱扭一个才会好体态，若要情味味。心头的轻松，就爱互相信任，永远结清双。劝大家青春少年家，就爱甜，小恋爱宝贵时代才应该。来恋爱的朋友好行甜，行路着爱扭一个乱好你甘知。有听过吗？送予你这首歌。情意微微，心头的轻松，就爱互相信任，永远结成双。劝大家做人的媳妇，就爱好款待大家，大官才应该。来婚后的朋友好行甜，就爱厝内论一个偌好你甘知。身体会拍歹，若要互相抚随心头的轻松，就爱体贴太太，才会好命人。劝大家做人的红婿，就爱互身体认真打拼才应该。来做人的好爸好红婿，唔通是相信一个身体会拍歹。
谢谢我们老师，哇，最专业的这个配合 ，Thank you my friend， 谢谢所有的亲爱的好朋友们，能够呢唱歌给大家听，真的是我们呢非常欢喜的事情，谢谢你们选择来支持欢喜来唱歌。刷落来介绍这位，哇，真正 man 啊！我是看伊的戏大汉的，无看伊的戏煞袂大汉啊！真正感恩伊哦，哇，40多年伫咧电视台做好人、做歹人、做马达、做真正侪这角色，互咱来欣赏。今仔日咧，伊要唱真侪好听的歌，互咱听，唱一首福建歌，互你一年四季拢好康，叫做春夏秋冬。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魅力大哥叶世平。谢谢佩芬，大家好。春夏秋冬，献给大家。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啥人体谅？我在他乡思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光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春夏秋冬。祝大家一年四季都身体健康，春夏秋冬。无聊的春风伴阮流浪，孤孤单单啥人体谅？我在他乡思尽风霜，你在故乡就爱保重。中秋月暝落水重，山顶的光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光芒也已经红，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对你的思念，为何你袂开阮的梦？秋冬，
一天过一天。谢谢。欢迎叶世平大哥。哇，好有魅力哦！今天是我们的惊喜压轴。是康，晚来开场有一位叶女士、叶小姐，原来后现在面有另外一个有两位叶大哥，敬业的都包头包尾。一女的哎呦，后辈金，东玉女哈，金东玉伊是女我金东啦，我是豆女啦，不是玉女啊，你的导入了。大家好，谢谢大家这样热烈掌声，因为我唱给大家听，我感觉很爽，怎么样？因为才全场有2个人去小便。我叫你唱歌，你嗯你跟我注意，我几个人注意，开我注意位置。不好意思，我注意不好意思，老大多加2位了。这个，我谢谢他们，因为他们轮到尾调了，轮半点我间到我唱完了他才去。谢谢你大哥 ，beautiful 呀 ，steady man，哎，这样好哎，代表你的歌声很利利尿。尿。你以为你是什么玉米呀？还是利尿，你喜欢利尿你喜欢啤酒？但是平常哦，通常你看你演坏人哦，演这么多是这么坏哦，是唱歌还蛮好听的耶。真的吗？真的你用蛮这个字有点要没有尊敬长辈哦，直接就说很好听就好。啊，不蛮呢？哦，那蛮好因为听。基本上演员然后要来唱歌哦，是对，稍微会困难一点点嘛。是好像我们歌手要去演戏也是比较对，困难。是对，所以我来讲哎，演员呢，什么叫演员？演员去演，你们在这边唱歌也是当着在演，有这个戏的感是吧？觉。就是在演，反正这个 spotlight 这样大，照着我也看不到大局。去尿的2个，但是回来的4个，来了，但你有 lucky draw，但有 lucky draw。进步了。哎，我想问一下哈，我都叫安怎？开心心安怎什么代志？我要问一个问题。来相信吼头一摆听叶世平大哥现场唱歌的，有没有第一次听他？哎，真的有。请掌声鼓励一下，第一次听的，哇，全场哎，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新粉丝那唱的好不好？请评分掌声。 steady 啦，我跟你讲， ，You made his day 啊！在座的各位朋友拢会晓听歌啊，因人拢是头一摆。哇！哎，我想要甲你问哦这，边全部都是黄金年华的评审哦。啊，感谢你的这个爱心。哎，真的你少年演戏的时阵，你的好手好好的这阵安怎无？我跟你讲，咱人啊，咱做人啊，你小弟出来了，你小弟。哎，哦，这点这点球魔的球魔。那随便拿张飞的照片啊，这点安尼歹看，飞哈，什么歹看？你找人你歹看的，这点张飞啊，你几岁？你啦，你家己要练哦。你在读册哦。歹势袂看，没关系，我愈看愈缘投啊。哎呦，请问一下哦，请问一下，你这个好手哦，是真的啊假的啊？开玩笑，我跟你讲，我什么做戏什么拢会才假，就是对自己不能够假。对，哦大哥，我们有一个要求，你可以再给这个表情吗？你可以再对比一下这个表情，就是很欠揍的表情。就是我跟你讲这样。他对40万，你这个表情呢？还有吗？来，老爸，我们录影哦，来哦， 1、2、3 ，Action！就是你啊你，差不多了，差不多。你卖甲林北怪人，你不要乱讲话。我这个造型，我跟你讲，文化中心当年拢是做歹人的，哦歹人无讲做好，无讲好话嘛，讲话就较粗，但不是讲伊配音。当年是配音，所以你讲什么伊拢无帮助。你刚刚那几句，麻烦可以用 B 的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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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用 B 的哦。我跟你讲，你不要干林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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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B B B 就没有气势，这个 B 整个气势弱掉了。乱。对啦，哦真的哦。我跟你说什么年代的？那两种很直接、很现实。 40多年了，你。那么讲各位大哥大姐，你无听过人马抽水。哦。这讲不通哦。是啊，各位，我们的现场不要转播给小孩子听。那干嘛马抽水拢是有地无挂把镜？我想想哦。还是我当年在马抽水，跟那马人、豺人、拍人的时候，我拢无地无挂把镜。哦。哎，还有。哇，这个很像诈骗集团的呢。我那个诈骗集团。首脑。 你无看到你裸眼导的，这是我演戏20年后的。你看，哎，你看那个标题，你看非常头条帅，
挑战跨8楼窗外拍摄。65岁男星为角色玩命。哇，你这个无偌久以前的嘞。咱65岁一直放沙啦，是无？安那你袂强咧。 65岁偌缘投的，你看我看原来我5年前安尼缘投。很好哎，很好哎。所以这是拍什么戏？你还记得吗？8楼啊。啊，忘记了。这是。那戏没戏？ 好像台下的人比你还知道凑都有100多部吧。这什么剧情我都忘了。忘的了。应该不是讲人甲人偷情，然后昂登来，你看不掉。然后爬到窗户外面躲起来。没有，然后不小心一定不是。叶世平演戏演40多年，从来没演过这种偷情的戏。没有。我有讲杀人放火。OK。好的坏的。非礼是。强奸还没有演过。哦。 所以很多朋友袂自动咧，伊视频我跟你讲，我跟你不拉得咧，后壁有强奸的戏哦，你叫我做咧，拍摄我排40年本排袂掉，你跟我讲叫你强奸就叫你。无间道啊，对。无间道，他有参与香港大哥片《无间道》，他有看到无间道啊。是跟好多的一些巨星哦，梁朝伟，是啊，还有几位了。 啊，迄个是嘟刘德华，新加坡电视台吼，伊把就起名一个投资。我看还是给他唱歌好了，给他唱歌。他来这边得罪人。对。啊，我好怕。我电视台来翕无？电视台来翕无？有啦，我忘了我直播呢。啊，你直播还有脸 FB 耶。哦，不要紧，我可能其实电视台是那个年代的那些负责人尾晓哎。哦。我们现在的负责人很厉害，很好，很精明的，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啊，也怪要油灯了，尾巴呀哈。很好。什么叫做老教？对，我们跟你多学习。是哪里？那收落来，给咱唱个一首福建歌，好不？收落来，这老教要唱什么歌？老教唱老。资深。老教唱老歌。唱老歌。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大家讲叶世平，你唱是不唱这个帅哥哦？可是你免讲啦，你我问天啦，爱定看赢啦，是不？我跟你讲，今年我这是新歌。难道你今天不唱你的《浪子泪》？没有，换歌。我可差点不喜欢唱。为了你这戏不唱《浪子泪》，我们唱什么歌？带来一首唱出父爱母爱的歌。对，这首虽然是新的歌，但是叶世平这个年纪，热心唱了本跟他老歌，但是有自己的味道。对，要来这首《心头吧》。 掌声鼓励，欢迎世平大哥。希望能够献给各位在座爸爸妈妈们，这首歌希望会在唱出咱大家的心声。各位爸爸妈妈们，大家都辛苦了。 要靠雨，着爱出顶头。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想你送出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 一年甲阮请，我若扫你心痛，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着拭袂干，我若跋倒，亲像双插你心肝，我恨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吧。谢谢，心头吧，看到了，在座各位爸爸妈妈们。希望
望这首歌能够唱出你们大家的心声，心头吧。船若要靠岸，就爱出灯塔。我若要出外，是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随山像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甲阮请，我若扫你心痛，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就拭袂干，我若跋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恨什么？我怨什么痛？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我恨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我该什么命？搁较痛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谢谢 Thank you， 谢谢心头吧，谢谢。谢谢叶世平大哥，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傍晚。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现在呢，世平大哥呢，把自己很多的时间都投入在呢慈善这一块，那也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慈善的机构的慈善大使，那也祝福他。谢谢世平大哥，谢谢。谢谢你们大家今天有开心吗？喜不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支持以及肯定，开心就好，最重要是大家要开开心心。因为我要来呼吁大家，等一下帮我们做一个反馈，反馈很简单，同样会有 ice cream stick 分给大家，投进呢箱子就可以了。会问大家以下的几道问题：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你们的年龄层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1到5分，抖龙全部给我们5分，谢谢。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是还是不是？你是不是用文化通行证购买今天的演出门票？是还是不是？你应该会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在华族文化中心和其他场地主办的艺术和文化活动1到5，请选择。用完文化通行证之后，你还是会继续的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会还是不会？你认为刚刚我们演戏这个短剧当中分享的防诈骗讯息对你有用吗？有用还是没有用？那您跟友人会分享防诈骗的讯息吗？会还是不会？看完我们的这个短剧会不会更有信心识别不同的骗局？会还是不会？是的，那我们下一场的演出呢，即将在1月7号和8号中午12点。记得1月份我们要庆祝农历新年和大家吃团圆饭，时间是中午12点开始，1连办2天哦。谢谢各位的支持，来看一下。买票了的朋友，谢谢你们大家。今天是12点的哈。是新春团圆饭呢，我们8星报喜，有林如萍、许琼芳、朱丽丽、张雄、袁景。当然还有我们建明大哥好好跟佩芬。那这个楼层是7楼你们不要来9楼了哈，7楼因为要吃团圆饭喽。OK， 那希望到时马年来临之际，我们一起共同欢庆。
是的，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喽。我们准备了这一首歌，跟我们现场还有线上的朋友一起来大合唱这首《明天会更好》。谢谢，在过去1年大家的陪伴，很感谢，也很感激，也很珍惜这一个缘分。谢谢线上海内外的朋友，谢谢你们的留言，继续的把你们的留言刷上来，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不要忘了哦，我们下一次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见。就在1月7号跟8号，加多啊！票已经卖完了啦，不好意思啦哦。那会不会加场哦？轻轻小心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淡亮。还在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印记，在那远处的极光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一起来，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令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遗憾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满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听到你们的声音，一起来，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再一次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请继续支持我们，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拜拜。小心哦，等我们把灯亮了哈，大家才离开位置。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
声写下灿烂的生活。